会跳舞哦，跳舞，韩团那种是不是？一点还是彩蛋？哦，我会走秀啊，那个走秀桂兰姐那个，哦，桂兰姐那个，哎，桂兰这个呢？哎呦来，呼，哎呦，两句会后上瘾。现在有一个爱说笑的那个单元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我们都会合唱一首歌。3月里来，桃花儿红，杏花春，水仙花儿开。好好听。老热倒你腿，老热向下來。大家好啊，彭姑啊，來錢啊，大家好。好，也來到流行歌曲組嘅波 V 正8歲，你係 V 面兩關嘅羅浩爺，繼續加油！哎呀，見到一 cowboy，對啊，會有沒有穿牛仔打扮呢？西部牛仔風，帶下去啲咧，可能攞幾個有關係。可能等下唱周杰倫那個。係啊，牛仔好嗎？喊一半，沒有可能哦。好，今日有新的挑戰朋友哈，來挑戰。但比賽之前呢，可會介紹呢評審欣賞咧。好，7嘉賓欣賞，一家秀欣賞，總飛欣賞，東欣賞。哎呦，這次有跟到。對，這是有歪掉。歪掉。好，那就馬上進入今日比賽了哈。有請 TV 係千久冇看到喲，來自新竹北埔，羅子興帶來是寶雅。我來彈啦。一條曬了一下竹，帶你竹窮嘅佛牌了，有那麼濕噠噠，用手塔里爬山的實在那麼單薄，這有朋友窮下來以後把膠水，應用下個馬來窮下掉鬧鳥，樹紅那的馬只條心有零落度，你條用白啦，對愛窮有魔法圖。天空觀眾夢，愛老夜歌打嘴鼓，主位的唱歌，聲的跳舞，風音錯老愛就用轉我下給路，你看下個走點碰點泡茶，是寶雅阿妹喊得走下，莫喊是下，夜公公聲的樣，不必風雨落橋，笑哈哈。天空觀眾夢，愛老夜歌打嘴鼓，主位的唱歌，聲的跳舞，風音衝浪愛就用轉我下給路，你看下個走點碰點泡茶，是寶雅阿妹喊得走下，莫喊沏茶，夜公公聲的樣，不必風雨落橋，笑哈哈。Da la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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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 da la yeah da la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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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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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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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。好，霞姐好。子興千久冇看到，先給我看到。哎，邊講的呢？邊講啊，嗰個邊都要唱到暗號堂。有哈少，有哈少幾點點嘛？少幾點點嘛？什麼意思？比較瘦一點。哦，他超啦，他超一點啦。沒衝掉，你衝過進步輕多，你唱歌進步好多哦。但是奇怪，好像沒長高哈。啊？
对，好难过。小学就长这样了呀？对呀，就是你都这了，比一个样子。 15岁15岁嘛，那现在啊，19、 ，18岁， 18岁，3年前。高中毕业嘞，你高中毕业了？刚毕业。哦，所以你高中就长这个身高。 你国中就上岸用了呀，记得不能传统族的嘛，你本来比传统族。对，原本比传统族。奇怪哦，人怎么会变哦？15岁跟18岁3年时间，他的歌唱技巧、歌唱的那个完全是蜕变呢。技巧进步进多，而且那个共鸣好好听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因为自己有在家里练，然后有练习，自己在听原唱，就是有练习，有找老师教吗？没有，自己学啊。你高中念什么科系？ 美容课哦，美容课好，那没什么。美容课，来老都会老跟冲狗有关系哦。那你是以后要去当那个汪山，某啦，劳店，以后会往跳舞方面。跳舞哦，对啊，哎呦，哦是啊，你要好看啊？会跳舞，会跳舞哦，跳舞，韩团那种是不是？一点还是彩蛋。 哦，我会走秀啊，那个走秀，桂兰姐那个，哦，桂兰姐那个，哎，桂兰这个嘞，哎呦来，呼，哎呦，俩就会还有上瘾嘅走秀，一看就在晓得，跟桂兰姐完全风格不一样，桂兰姐就是自己世界的走秀。我看今天会不会过？ 还有，如果过的话，下一次我们再请大家再跳个舞，啊，做对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把好戏留在后头。先评审欣赏了公平哈，请这位欣赏。这位老师，子欣怡哈，大概以前看到几多些传统族嘛哈，第一个化妆室啊，或是碰到很有礼貌的小朋友呀。 看到佢真的想要唱18個姑娘一蕊花呀，一蕊花。做埋人講，因為黃黃嘅牙齒，黃黃嘅跳南舞，因為就做埋要按強爽嘅心情，所以佢唱歌本帶本人啲嗰種動歡喜嘅心情，佢要什麼嗰種18歲以下嗰種嗓甜甜嘅嗓。 你看佢啲可能喺舞台嘅動作師，古所講佢啲舞台，你冇乜感覺佢強啊樣扮戲，動詞嘅，咩唔係講，也唔會本人講，你啲唱歌呀、跳舞啊，讓人家覺得好像很匠氣，不會，我覺得這是你的優點。那記得你唱歌嘅樣時，本太嘅感覺。當然，你說歌曲，我知道咩意思合你，輕輕鬆鬆用牙上嚟唱，唔過可能有啲客家嘅咬絲係注意，譬如講加臭朋友啊，直接就是臭朋友。就你因為比賽嘛，係呢容易講唱物嘅係較爭嘅，係要我知道唱當學堂嘅係啲堂下阿公坐啲旁邊泡茶嘅泡茶，你喺杯之間加一加鹽，我知道當要高興當好，係要我知道吼，可能聽當到方言啊 R&B 啊，係講你下後生人嘅唱法，古所講你要到嘅華音不要太多，幾首歌要當到華音，譬如講做嘅啲唱歌嘅、上嘅啲跳舞嗰種，就是太多了，我覺得。以你上線按槍，其實你簡單唱最有感情，記得哈，偷兩首歌曲，還有 Hellboy 啊，譬如說你啦啦啦嘅時間，有時是可能因為你想要唱下清楚，還講太緊張，其實這種拉阿多利普嘅時間，你要嘴唇還有牙齒不要咬太緊，嘴唇放鬆，然後牙齒不要咬太緊，就不會來，就是你彈起動硬，其實你強嘅唱，記得你要嘴唇唔好太狠。就是放軟，你就會把那個拉的音唱得非常非常的行雲流水。唔好記俾大家講個真係唱到當好，有冇朋友要緊張咯？哎呦，羅浩然哦，歡迎下分數哈，歡迎下羅子賢嘅分數。新衣服還不錯哦，哇，這個注入新的年輕生命哈，讚讚讚！
啊，谢谢，踢球加油哈，希望能留下来啊，好不好？好，OK，好，谢谢，OK，抢球一下，拿罗文银哈，唱得好又会赢罗文银的哈，如果唱不好绝对不认。来杀好了，杀了迄主家听带来因公恋情。来弹过来。因公当风亮黑亮，狂风剑来将其落。夜光小爱多情浓，电妹电到天太高。初夜足头下，初代做面错，门内条多全全破。全全破，当然喊我哟，落梅开眼，空分喜错，梦前头。因公当好。来将其落，落麦，跟我等到天太高。初夜足头下，初代做面错，门内条多全全破，全全破，当然喊我哟。娘干啥啦？转来个练。对，个大人有大量，他自动让贤。真的哈。对呀对呀，哎呀。让很大呢。对对对，可能伊上网讲个那资源回收较好传。哦，好传哈，没事才发啦。对啦，哎。歌唱熟对嘛哈？有场熟都唱熟，我唔记得了。副演员放空了一下哈。面对现实，面对现实啦哈，要不然就好好回去陪家人嘛。对啊，老夫可能也感情要按好，今后，你后端样板吼。就今后啦，就像老朋友如胶似漆啊。哦，跟老朋友还好，很 fashion 的，同腔用啊。行路来就强哈。尊严的呢。尊严的。哎呦，感情啊吼。严森严。哎，真的。哎呦，真的吼。哎呀。哎呦。太太啊，太讲迄度做生意呢。讲了有小可排泄咧。用诶。就青头长。啊，真的啊。就6届天天。6届。讲6个。哇呀！你要不用厉害吧？该主人后上磨嘛，好看天师美。哦，啊，不要用某事情后做呀。叫人来，好港铁呐，好港铁。讲6届哦。哦，雅斯特讲6个，真的很鼓励哈，哎呀。谢谢我老婆了，一辈子的奉献，把你照顾得很好，真的，把我们全家都照顾得。哦，哎。谢谢老婆，谢谢大嫂，谢谢大嫂，老婆不要乱叫啊！哎，好啦，好，来面对现实哈，唱家属欣赏。你唱这首歌哦，柔调的，你开始噶吼，认出无清准。哎，感觉讲，不管是国语班长人，在大班长人，他拄好，就正好卡在那个很奇怪的位置，唱起来开最佳爱就是讲一下，哎，这位老师用看一下，结果叫我有没唱歌变爱用型的，因为佢上仙啦，那佢嘅大音千讲，正好这首歌佢听了调哦，就照退咧，规个气氛都冇空中咧，所以佢唱起来就冇清痴嘅，还有哦，唱呢首歌嘅
有啲我就感覺真奇怪，就啲咬絲吼磨出泡泡嘅地步度，特雜絲將冇染過就直接嚟創過，所以如果染較長間嘅就塗過去，出見塗到面來，你即刻可以行到，怎會講落梅就睇做出來嚟啊，吼，所以請打送啦。先生講是請打送，唔過拜託你過來好冇？我哋謝謝，請來唐你請不衝呢？對啦，我其實沒講今天就淘汰了，不過機會不太大就對了。除非說後面一直跌倒。掉的，心理準備好了。怕了，對，沒這個非戰之罪了。這個很難說，因為每個人的聲音哦，讓他就是覺得說，哎，好像對，不過對佢來講，我感覺啦，是因為佢有帶人。一個帶人輕講的哦，然後歌可以稍微再慢一點，然後讓它比較充裕的歌，咬絲沒較準吼，上面較太白的吼，這較長幾公啦，充裕的長幾公就講，非常，那挺大聲啦，所以冇表現出來啦，基本一條數歌是實在講。冇到人嘅水準吼，所以加油啦！好，謝謝啦，謝謝，看一下人嘅分數啦。哦，看一下朱家傾嘅分數。好。89.5。對啊，一分數係冇應該冇法留下來。唔怕啦，除非後尾變跌到行啊難產。運動家嘅精神。對，好，我先再抽一下，先抽一下。好，排謝。哎呦！我記得歌詞哦，真重要嘅哦。比賽嘅歌詞。係啊，歌詞唔記得就真麻煩。記到當場面咪仲難看啊。係，有些緊張啦。哦，好啦，好，殺下來。殺落去李彥峰帶來記得歸來。嚟等啦。愛要恨來記得歸來。就跳起藝開始比賽嘅第一條歌曲，就係2020-2019年嘅客家流行音樂大賽，因為給他創作，他得到最佳評審團獎。哦。嘅愛，就像風中嘅花蕊。因為啲 MV 我要看啊，嗬。有 MV。係看。仲演有 MV 哦，咩有小提琴上自己做阿三哥吧？咁係。風點點的吹，記愛牽愛乾地，愛歸來，做紅的飯菜愛問候的，看愛一杯口香片，嘅是萬黑聲音。也冇改變，聽錯半幾天，不下嘅路數檔，阿爸嘅臉夢魘，嘅退無聲，只行他嘅松步。下冬的明夜，愛行路無行天路背，愛注意觀察的，阿婆嘅書愛見好來，無行踢腳愛愛開。記得歸來，該叫無滿足有的，用的主唱好聲，愛嘛甜表現的，無行無味無怪愛呢。愛行路無行天路。
迄强有型的，爱袂停表现，不爱记得爱。你看吉他拿着，你知道吗？完全就是，嘿啊，来，人机合一啊，哈，人情合一，对啊，人情合一，你条歌去去甲创作嘛，系冇？系啊，就跳起嚟天數算係開始，唔係天數客家歌，唔係開始比賽嘅第一條歌曲，就因為一條歌曲本來都有下面一次睇下客家歌，就因為2019年嘅。客家流行音樂體水，跟住咩就喺雜位先生做主持，明白係啊，跟住我就記得，後尾係我嘅很滿意，我就記得雜位先生就同我講，就冇我講，要買嘅花同阿婆講，我就講哦，我創係個轉戲嘅，嗰陣就。然後有個竟然真實喺8點結束後，我就坐夜茶，就做童年過去屏東。我記得當清楚吼，嗰種是因為有直播嘛吼，其實所有參賽者地位都最後上嘅。啊，竟然比賽算係當幕腔嘅比賽，因為有台下有20位。DJ 還有各個行業嘅人，嗰個比賽真人動態，呢位嘅咩要當到金曲獎得到獎嘅哦，譬如講春面啊嗰啲，係咩要比哦？然後嗰時嘅當後上，其實他有一種害怕，又出生之犢不畏虎，佢啲台當，佢係當中係唯一一個拿吉他在上面彈唱的，其他都是帶團的。顧少講那時候的可愛跟他的純真跟他的 pure，然後直播的時候我就講，你的男朋友啊，有冇該發龍阿婆講替拜送天使哦，雖然係直播，他就非常真誠的說這句話，最後。他當然不是因為他說這句話，是因為給他創造，他得到最佳評審團獎。就表示這種是張16歲嘛，所以評審都很喜歡他，對，大家都很喜歡他。對。後來因為阿婆係踢去年就過身嘅，錯啊，故所有條歌曲咩送喺藝團嘅記憶吧。其實後來在獎以後，藝團又過去，因為後來就實質上就係會見來更嚴重嘅一個爭頭嘛。其實記得跟嘅就買。撩一某某個事情就很突然的，就是不是很突然，就是很少數的假日沒事情，跟住覺得都會抽燈那樣啊，就想講冇事情，就帶定吉他衝半一堂一條歌曲，不過可能就而結束唔啲冇見正堂歌碟不係講乜嘅故事吧，堂下就講哦，你好哦，唔會彈吉他，係嘛？跟上係最美嘅經驗，因為後來我就。佢無限嘅，後來就因為要上高中，嘅高中我到高三考太好嘅，後來就要加上冇團，然後強下起嚟。嗰時候最尾一段時間我就冇團強下嘅，嗰時候日頭過去響下，見到佢表演啊，或係響下創起嚟咩有一種嗰一層嘅感情。唐嘅出嚟，大家創咗動有感情，真有感情，對，創對，唐乃比先生。嘿，燕峰，我很喜歡你的創作，我記得上一次你也是唱你的創作，我覺得那首歌也是非常的好，真的是非常喜歡。根本應該是歌曲，因為我是打動我的心，對，我覺得是一首很棒很棒的創作。對，那剛才聽你在分享，我在想說這首歌頭前個時間你的鋪陳，我覺得很好。那本來剛剛我們在討論，東東老師覺得你就是會不會太低？但是我自己會覺得不會，因為我還特別的覺得你嘅帶音根本你特別的漂亮，鬆鬆的，但是又有厚度。然後頭前每一個那個尾音，我都覺得你放了一點氣去收它，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我很喜歡的部分。那給你一些建議哈，我覺得那個 oi 你可以改變一下你的口型跟你的共鳴，因為 oi 這個東西你可以讓它做厚一點，你不要 oi 就比較扁，而且你這麼多的 oi 全部長得一樣，好，所以這幾個 oi 你可以，比如 oi 你看 oi 可以有很多種 oi oi oi，
好多种不同的 oi， 好，你把这个 oi 跟其他你要表现的音色稍微做一点点区隔，把它 oi 一点，我觉得厚度会更好，然后少一点那个这个东西，直接 oi 比较结实，那干嘛会比较好？然后再一个，我觉得，最后一个副歌给你一个建议，升一点 key， 让这个因为你后面那一层你想要做层次。好，所以你就比较用力，你稍微用力，你跟音准就会稍微有点偏差，可能因为太过用力，你就会有一点闪掉了那个音准，就很可惜。那倒不如你在弹的时候走一个过门，让它升个 key， 然后直接，因为你升 key 的，你再扬一点的时候，你自然的力度会出来，这个歌的层次也出来了，你也不会过于用力，然后又是 oi 开头，我觉得会更好，会减少到你这个。为了用力音准的问题，好，那如果是这样，我觉得会更好。然后那个收尾很漂亮，好，加油！下次如果有演唱这首歌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吃宽啊哈！好，来看一下你本数，看一下李彦峰的分数。95分，请过分哦。好演又来嘞，唔会啦，感觉唔亮，在变来变去，亮啥在变诶？好了，谢谢。你听下来分享他一组啦，好不好？好 ，IB 买，IB 係顧秋婷帶來種種音。好了，來。相知相爱相思，缘家爱，就像风中的花蕊，风残又迷离，掉落随风去。但愿给缘分牵，注定难相思一生。线，愿到今同离合。假使有来生，不惊伊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依。茫茫人海里，来为情多年，让爱在你手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轮回。千山万水也来牵动你，发在你手中的云，让爱在来生相依。假使有来生，不惊你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依。茫茫人海里，来为情多。在你手中留下印，假使有轮回，不惊你变心，千山万水也来牵动你，我在你手中的云，让爱在来生相依。希望先生，各位天台先生好。哎，你好，秋婷你好。哎，一條歌，哎呀，一唱到以後誒，嘿，真有感情嘅，喜歡那歌嘅啦。啊，一動熟絡嘅歌，我記有感通到嘅歌嘅。進數啦。進數，因為咧 MV 我要看啊嗬。要 MV。係看種種音有 MV 哦。哎呦，有 MV 啊！真的哦。哇！個 MV 係是描寫個民初嘅時代哈。哦。民初時代因為個民情比較淳樸嘛。那兩個一張煙幕咯阿三哥，
恋爱，但是不看因起头该门当没有，嘿，对，没有门当户对，嘿，是冇法度，是老几对插体，嘿，咁因为是冇法度啊哈，讲係呢塊阿三哥。然後用手拿出來，然後去寫隻詩，就是手把種寫隻詩。哦，就總係，對，係錯。寫乜嘅詩？寫隻愛字，愛，寫隻愛字。然後因為是離開咧，哈，離開20-30年咯，阿三哥喺你度不看恁電，係，電啊，哦，有隻寫梅東江嘅寫梅啊，是邀請到阿三哥，其實啦，阿三哥講，阿三哥。我係煙梅，阿三哥講嚇，你係煙梅，我聽到冇就拍睇你20-30年又係煙梅，用係啊，你唔記得我讓你手把種人寫一隻愛字，係，所以其實我佢相認，佢阿三哥是因為又輪迴，其實相信。这是胭脂扣的故事嘛？有些穷的。MV 本来就是天马行空啊，真的哦，相信轮回啦。哦，所以我觉得人故事都感人。哎呦，种种音做得一起了，可以哈。哎呦，没有小提琴上自己做阿三哥吧？干咩？不是，我主角唔係記哦。哦，還好，那大家可以去 YT 小琴哈，小琴哈，肖云熙老師唱的那個版本是有啊，有 MV。好，我們再去找一下看。好了，那邊欣賞的。東東老師。好，欣賞好。No， 麒麟之夜今日一首歌唱得好哦，啊，就音準各位撲嘅，嚇，睇之中冇乜嘅睇問題。或者喺唐安度多嚟，有幾多比賽地方啊，出落呀，今日係表現算好多，哦，當好多。不過，而家同時要注意講，呀，當充感情嘅歌嘅嗬，唔可能有部分。你嘅情緒起伏過人嘅語調，可以多做一些變化啦，多做變化。上一認為嘅感情一當衝感情的一首歌嘅咩？太快唱嘅就會叫出來嘅種歌嘅。嗰時候人嘅做唱嘅時間長，比較講，假是有，你看假是有，懂奇怪你嘅意思冇？你假是有，連都聽下，可是唔會。突然就變一個四方形的音感出來，就感情就沒懂拉啦，可以往這邊去琢磨一下，即係做嚟摸一下欣賞看，因為我睇同樣嘅歌嘅唱到行家好，不過基本音準同譜嘅都到位的，冇問題嘅，好唔好？加油加油！先生，紫色，好，來考驗下分數，考驗分數咯，哈，考驗下顧秋婷嘅分數。謝謝老師。先生。95分，他燒出案例開啊！哎呀，哇，這太強了，太強了！哎呀，恭喜，就是嘛，加油加油！但他做得下來，選歌很重要啊！我看亞中國會懂事，他唔錯，所以你下一次就張忠燕嘛，平行線，胡彥華哈，嘅姚少奇三部曲，還有兩條我操！加油加油！阿先生，哎呦，羅浩然，阿你來咯，你又來了，哎呦哈，殺下來係羅浩然啊哈！只有繼續努力，繼續加油，你才會贏了哈。OK，冇錯，加油哦！羅浩然帶來獎獎，來，當然。上愛曬日頭出了汽車款，看風景離航 on my way。Let's ride 後出發嘞，帶到高橋塘記憶裡藏是走，得翕相機樣 on my way。Let's ride 後經航經人嘞。怕謝謝，佢有痛發汗有改讓風景，幹嘛去變好是no天體，好怕散當愛航空藏好的，講 That's so beautiful， 講 That's so beautiful， 山河流天，鳥語發動青春快。莫修律動路線，講
That's so beautiful， 锵锵锵锵 ，That's so beautiful， 锵锵的作品，天天安心轻松，慢慢而下安乐。锵锵锵锵 ，That's so beautiful， 锵锵锵锵 ，That's so beautiful， 山歌流天，鸟语发响，青葱快，无小律动路线，锵锵锵锵 ，That's so beautiful， 锵锵锵锵 ，That's so beautiful， 锵锵的作品，天天安心轻松，慢慢而下安乐。耶，讲讲。我还以为你要唱牛仔很忙。哎呀，俩老讲讲有嘛关系啊？俩当某诶。对啊。因为你不会给狗子啊，有冲到去环岛的感觉。哦，所以环岛一定要戴着帽子，还是遮阳啦，骑马去环岛，骑铁马去环岛。哦，有抽型的啦。对对，今日有去环岛过没？有啊有啊有啊，蛮安逸啊。周星都说啊，希望起毛环的赢。打港走啊。哦，啊，今日有选2条歌。因为要是歌曲就会。又是你的10首歌单之中哦，所以一定要把它好好的10首歌单把它唱完。天天的冲手就冲嘞，天天的冲。所以你要好几多条？我后来算过不止哎。哦，我大概列了清单，大概有20-30首歌。哦，那够了够了。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唱各个不同歌手老师的歌。某腔的风格的歌哎，那应该够。因为这10次卫冕才毕业嘛，对吗？哦。啊！你们就上下，大概10次20-30首够了。哎，我脸羞是管呢，我脸凶呢，嘿，脸羞会发很4条就拉嘞啦，冇脸羞发可能20-30条啦，嘿俩意思啦。对，好多20-30条。嘿啊，吼，加油啦！好了，来唱对了。哎，唱对了，唱10位先生。好嘞。好耶，好，当叫无讲频道呢吼，我当欢喜一开始你唱了首歌曲嘅替团主歌，我当场看到一开始来比赛嘅好嘢，所以讲以前来比赛时节给我们很大的亮点，就哇，当位唱歌嘅画面当好看，又当稳，有斯文，嘿，有斯文，当然可能。跌跌撞撞的又撞墙，不过我上瘾的部分，我知道在替团的时节听一段，我真然当欢喜，我看到以前爱唱歌的，为乜嘅心情来唱歌的好嘅，特别係紅麥話2擺紅麥話，我知道嘅上紅亮，本來帶到山檔去喊紅麥話愛落好演那種感覺，我自己聽到回應，然後2擺嘅山歌聊天，我知道唱到當好糖。列喺幾首歌曲，我知道當精彩的亮點，還有我知道最難的地方，呢首歌曲係不生氣的地方。你做得當好，不過我知道一首歌曲你練到有速率冇，第一你唱歌嘅詞性本來你有強度冇。就那個可以講一個我覺得你好像快到，又好像沒有到。你剛剛就是有一個給我這樣的感覺，你唱到了，但是你自己在懷疑你自己。故說講你後半段的時間，我覺得弱掉了，是很可惜的地方。不然我應該要給你滿分才對，因為我知道你喺量上嘅歌誒，雖然講主要係阿勤啲唱，不過其實戴陽也有在裡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不過一首愛唱來之後，當難嘅。特別唱安陽型嘅歌曲，歌型啲比賽當杯來講，係知道愛拿分很難，因為你同我嘅拍嘅啊，也係講你的鼓勁，你的律動感沒有做好嘅時間，其實你彈得出。我覺得你今天有緊張，因為前面分數很高。當然，今天我要幫你當高嘅分數，希望做得高，好，加油！好，來唱啊！千國款，音符還有小田智，我都配合到。嚴重咧，嗬，羅海爺。哇，已經95分咧，咁可能超越95分。唔啲咧，看嚟就啲咧，來看羅海爺嘅分數。權欠奈何路啊！
兰都会给他心头肉，林桂兰是闹热名模啊。哦，名模。这是气质姐姐啊，还某汹涌。你要不要来一下闹热名模？那不要喊了，嘿，用林志玲。林志玲那样哟。罗时峰的方式，去改方式。来，吉娜的方式。后来转了呀。来看罗海燕的分数。2分。哇，海燕做的技术错呢。哦，虽然讲无美面，对，不过厉害很抢死做的丑，等上你个美面在不美。好了，两位2位继续加油哈。好。亚洲传统组的BOWY正8岁，也系连续2礼拜美面嘅陈一梅，一梅子。哦，继续加油哈！好。好了，安尼今日有一些新的朋友来到安尼。算新的吗？新的旧朋友。之前来过，来挑战哈。冇错。但比赛之前的介绍安尼评审欣赏。好。恰皮哥欣赏，昌永庆欣赏，陈秀峰欣赏。何一峰欣赏，犀利欣赏。好了，欣赏介绍出来哈。哦，今日何一峰老师同双礼拜共用哈，做出来呢金娜娜。哎呀哈，冇强势，冇强势。对，金底迄柜个整个衣柜都是这样闪亮亮的。闪亮亮，闪亮亮。贝尔斯讲中式人的节目，系嘛？哎，对。好，来有请 TV 参赛朋友。TV 迄类似头严重啦，用归兰带来3个字。好，来谈个啦。你新的老朋友，非常奇怪。一新的赛制，你敢有来过比赛？冇，还冇来过。哦，来 Q 的赛制的吓。以前 Q 的赛制。比当多摆嘛哦。200。Q 的赛制有比到6强。有比到6强。6强真厉害啊！6强有到前3名吗？冇啦，忘词咩？忘词，咁就冇法度了，忘词啦。对啊，但是我对个印象特别深刻啦。哎呀，归兰嘛，归兰都会人家心头肉。有点用归兰，归兰，还有点领归兰。但是侦查青斗。很光的呀。冇啊，领归兰是闹热名模啊。哦，名模。这是气质姐姐啊，还冇汹涌。你要不要来一下闹热名模？那不要喊了。就是喊。就用牙梯子你喊不来看我嘞。看林志玲的方式还要嘛？林志玲，好，请用林志玲。用林志玲。林志玲那样哟。罗时峰的方式，去改方式。
了，吉娜的方式。后来转了呀，还加这个，还补一枪。谁叫你自己？自己 Q 自己。自己 Q 自己。好啦，好够啦，唔怕啦。就要害人害己。我们观众朋友 sell 一下嘛，冇要紧啊。来，冲出嚟，唱 K 歌欣赏。好，桂兰姐今日带来嘅三个字哈，今日伊创嘅也做得啦，他妈讲佢一品一顺啦哈，在高音部分加个音质也有到位啦哈，大音嘅部分可能就差一啲啲咧，大音部分，尤其在佢最尾薪火相傳一條戲嘅時間，你來迷上，跟總體一天去做，喺冇做嘅時間就會有戲嚟。你講嘅比較上，哦，其他嚟講，基本嚟，不過係要點嚟知道講也嗰唔是講解得難，嚇，春天來了一路，就我哋唔是路啊，嚇，嗰嘢前面咩？薪火相了船啊，不用，薪火相了一船，按就做得咧，好，其實你歸屬嚟講，基本也從來做嚟講一順啦嚇，再繼續加油嚇。好，謝謝，哎呦，一順哦。順哦，來，看一下幾個分數喎，來。看一下楊桂蘭嘅分數。好。真哦，93.5分哦，算高分哦。讀過啊。係啊，哎呦，很厲害啊。留下來冇問題。恭喜，看他旅遊還要從後面繞過去。一般都是我讓他們，對呀，這個是表示尊重。對，冇錯啦。因為輕量窮給他投錢韓國語唔怕。對，不要把我當做什麼東西。當做大哥尊敬就好。他是我們的衣食父母呢，對嗎？什麼代價？比賽壓到節目又會有存在啊。係啊，真係嘛。都冇人畢業啊。係啊。說不定係啲教來教去嘛。教2年咧。教2年。好啦，沙下嚟沙嚟，一天叫帶來平板。嚟，行啦。上又是咁要，冇睇唔出嚟啊！自己知道不係他眼看到人家燒面就好，係啊，燒條燒面。他個比賽都會緊張，會特別在意自己嘅嗓音用法。唔怕啦，衝出嚟啦，衝出嚟，開講了啦，係啊，大嘴鼓一下。所以你本身咧做發連員。對，發連員。發連出身。對，發連出身。哦。你老公咩係哦？我老公佢咩啲花蓮出世，唔過佢
我加工加用迄带苗栗公馆。苗栗嘅客家人，即特别过去后山嘅发展嘅，就差未来。对过去东埔发展。发展啊，对。我总唔得讲后山吼，讲后山遇到迄多发动嘅天气嘅朋友要欠。真的哦。特别讲下啲后山。真的唔会啦，你啊唔会啦，唔会吧？係啊，唔會啊。哦，跟同人老公用扮演識咧。就以前就愛家用。行啊，就是轉角遇到愛。以前愛哥愛嫂帶到愛先生家對面吼呢。就有一擺我都去家來聽書做，佢做生意啦。就到去聽書安尼。就去個帶一步嘅安尼。就本人老公看到。近水樓台先得月。我家用看到，我家用看到阿三萬，佢做喺面做媒人安尼，介紹安尼，係啊。婆婆先認真高就走了，他用先認真高了。以前認同。認同。安尼跟人老公呢個當老師咯。叫爸爸媽媽講，幾隻好，就是腳嘅。當老師，係啊。應該咪要中醫吧？那有可能嘅爸爸媽媽中醫嘅自家就。有中醫。沒有中醫啦，唔可以收邊收單喲。老師，咩會欠人啊？前後咩變欠嘅？冇咧，就會用皮用感情嘅啊。做係都未台北，都未都冇啲外國嘅做過。啊，去台北，啊，我先生做讓我手請拿個門個珠子啊，都寫信嘅，就安尼慢慢嚟。飛鴿傳書哦。慢慢嚟教房就安尼，都冇做變怪嘢。你見上咗台北做條路嘅，係變貴咗200年。對呀。要 healthy 嘛？要 healthy 嘛？嚇？要 healthy 嘛？冇 healthy。手挖洞，感情幾好咧，係冇？幸福啦，親老師啦，老師最好，我想最好。係啊，用山用嘟好，係冇？好，衝出嚟，請高中先生。好嘞，公平一下。天橋手指咁樣創業平板吼，其實創到以謠言啊，吼謠言，平做在講語文吼。當然家己一講，其實家嘅上較受傷啦吼。佢可能愛有一般嘅天分，有一些嘅係需要去訓練啦吼，單天來訓練啦就做得啦吼。咁樣創業，我也做得人嘅建議啦吼。有限時節嗰隻解釋吼，咁樣處理到模樣啊，太下親好啦吼。嗰還有客家強挑嘅挑，嗰隻念挑強挑吼。第三句嘅好運嗰隻好事也模樣嘅親好，啊其他算係咧算順啦，係算到以後會嘅款挑嘅樣式啦吼，做得啦，加油啦！哦，師傅先生，看這個看夾分數啦，好，看下一篇叫嘅分數。97.5分，就某一天咧，某一天，看跳杯咧，開杯很有，好，唔好，先坐定好啦，好，安子些，好，安子些，謝，好，殺下來，殺落喺5000枚打來羅山歌，好啦。游泳池啊，對啊，他有，係啊，有。結果講就去來又去游泳，游轉嚟講受傷了，受傷。講係放起來時節啦，面中顯啊，然後說誒，後面這個是市場查起急診，就這樣子啊。
新闻这个上海亮，哎，根本特别亮呢，哦，黑毛吼，也是创乐山国的关系，干嘿？系啊，唔对啊，特别做嘛个条路，条过啊，做过小吃店，小吃店哦，要做过自助餐，自助餐哦，哇，跟那个手艺厨艺应该懂厉害哦。冇啦，冇啦，自助餐买按多吹，吹是按多，加減啦，加減做啦。哎，我特別看到個自助餐，哎，特別多個吃飯時間，真的特別做到哦，會排隊。會有選擇障礙呢。對啊，吹是按多，是呢。大樣子上去食。那上到來條擺可以做全店的時間都按忝的，那清皮膚掠着吼可以自助餐的人，咁唔啲去到店中就會去空從來準備。對啊，買菜嘅條誒。哎，我清早是不是？你去泰式買菜吧？係啊，我去泰市場買菜啊。泰市場買菜3-4點就空從。3-4點都北方嘅。係，咁唔係零售嘅哦。係冇好菜都俾你拿走。係啊，會成很好菜來啊。係哦。哦，又細又切，轉來是準備啊，對哇。淡的事情，聽到。對，跟有個自助餐有個湯係免費的嘛。係啊。免費啊！哦，唔是錢的。因為阿伯咁樣撈很久。一般的自助餐大部分糖都免費。免費嘛，對啊。所以咧，阿伯做呢個流動酒啊，還會排隊排啊。你到底撈到料料係冇料嘅啊，都全部糖天天啊，叫冇啊！我係幾最近嚟嘅。假牙是覺得點樣讀？哇！嘅香港人都唔敢食咧。係啊。哦，真嘅哦，做事咧聽，而家推球咧哦，遊山玩水，蠻耐了，係蠻耐了咯。吼，衝過啊，英法俱樂部交朋友，係啊，推球嘅成法。哦，也幸福啦，嗬。係啊，創作的。請秀峰欣賞，來公平哈。哦，今日人哋先賣手機吼，亞上真係非常嘅亮到，上禮拜堂哦就知道，亞上哦真係當亮，兩禮拜同樣很亮吼。當時他唱頭擺唱山歌嘅時節，個秀嘅對面嘅阿哥，全部都聽得到啊！哦，唔過吼比賽時節啦吼，你講嘅話聲音吼，唔能老了七隻師，唔能分到當遠吼，冇本後輩啊吼，就唱到冇辣椒吼，唱天意。阿哥唱妹唱山歌，哇！快大嘅稀溜溜嘅，哇！你睇咧就拍冇聲嘅嗬。最重要啊嗬，第三季啊嗬，溜溜嘅就唱走整體嗬。廿歌詞應該係阿哥唱來伴妹對，結果人就唱阿哥唱來妹來對。阿哥唱伴。嘿，掠得溜溜嘅吼，又溜溜走整體吼。韓國錯咧嘅阿妹最尾記嘅時節，阿妹唱來伴歌火，強樣吼掠得溜溜嘅戲無足吼，可能面前吼安尼兩條台上，後背哇戲都無足嘅吼。呢首歌吼，如朗扣一啲啲嘅分數啦吼，就。係，加油哦！哦，謝幕先生，很大個聲音有聲，這樣變出來會不會聲唔啦？係啊，氣不足。好，來看一下佢嘅分數。看一下5000某一個分數。哎呦！哦，要 Q 動多，唔係 Q，唔單止 Q 一啲咧哦。一實先生 Q 一啲咧，Q 一啲咧就 Q 啲咧，係啊，哇，叫衰一分，衝過好高，係啊，唔係，喺灣係有容易，好，先坐好啦，好，謝謝，沙來，沙來係煮水就得來平白，咪等啦。父母了。
周记啊，哎呀，周记唔单止歌会唱得好哈，平常时要有一个运动的嗰种习惯，好运动哈，好运动，哎呀，很难得呢哈，哦，按多些人好运动。对啊。这卡是，马个意思？你干嘛喷麦？马个意思？多些因为讲就可能公园行啊，或者跳跳土风舞啦，哎呀，行路啊，去某个去健身房啊，哎，健身房咧，或者游泳，游水咩？去个吃行茶咩？对啊，甲朋友一摆话，唱啊去亚历山大呢。去没有亚历山大，不是那个游泳池啊。哦，对啊，他有，哎呀，有。结果讲去冇做那个抓到暖身哦。结果放学就去来又去游泳，游转来讲，所以我听讲哦，朋友讲，要去三峡去玩呐。我说不行了，我已经受伤了。受伤。讲哎，风雨来时节啦，面中险啊，上啊是哎呦，你要讲哎爸都中风。哎呦，吓死人咯！哎呦，就帮我这个是市场查去急诊。你要赶紧白天来就这样子啊，对，就有没有去白天撑着去啊，就等下又痛又挺他了。去到个医院小姐太太说：“阿姨你是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就这样受。”不知道受伤了没伤，对，落枕，没有落枕，很远轻轻嘛，是不是？后来有老医生讲，那你就是没有暖身，你就拼命就去拉去游泳，对，一个月哦，1个礼拜前都每天都在床上滚，都该叫。痛啊，那个神经痛的受不了。痛哦，对，真的很痛。哎呦，比生小孩还要痛。真的要改啊！真的啊。哦，你生过小孩，我不知道。生小孩的痛，我不知道应该蛮痛的。你这些男人。哎，我是想说，比生小孩还痛。对，真的很痛。你看了1个礼拜在床上滚呢。问题很多啊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他脑多，他树又脑多，他脚又跌多。对啊，有生意哦，生意哦，要安太岁。对。好啦，请何一凤先生。也讲啊，水周记哈 ，OK 哈，看起来笑容亲切，也个sản婦啊，吼，也有經過有特別的設計過，有設計過笑容親好，也韻腳嘅親好 ，OK 哈，做可惜的話吼，我想打過分卡下吼，忽然間咧，歌詞唔記得聽一遍。唱错了，这一遍，这一遍，又来咧，哎呦，又来咧，我传染了，嘿啊，用诶，呀，就讲歌词係唔記得嘅話，也是猜出一難究啦。其實人韻腳嘅好，我在對大家電視機前面同大家講做分享啦，吼，你唱個歌嘅話，吼，你相信講，人家唱歌人，音樂對人也有影響冇？有影響，對不對 ？OK， 好，平常發出個運動家，我練人嘅聲，OK 唱好。他一般人的話就會講唱高音，高音嘅話起上來，但係咩強強嘅變下去，一般人就會講唱高音，講唱高音嘅話吼，就叫個音樂啊，老師先生嘅後邊嘅辛苦嘅樂隊老師這個。同係變大音有冇？一般就會變大講起，講就講大音，講大音以後嘅話，高音唔能啷個起來？高音嘅問題係解嚟了，大音嘅話，可能話產生大音嘅冇講下去，之後人家三國話中嘅人講大音嘅原版。我強強嘅唱，嗬，裡面青苔嘅事物就係歌詞唔記得，冇人就清強，哦，加油！謝謝。你這個低嗎？啊？低嗎？有一點是。你阿上起來啊！哎呦！哇，咁冇辦法啦，嗬。先看一下分數啦，哈。看一下做水晶嘅分數。
出片。对呀，你看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又好又吃饭呢？对呀，吃饭还是可以用做的事啦，做的哦，唔怕啦，不用轻松。喊100张了，喊100张了，喊100张了了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了哈，下次再来。谢谢。OK， 好了。要比赛出来呢，系啊，有输有赢，对，有输有赢。尤其迄个词嘅部分啊，破嘅部分啊，蒙词要现代机会，好，基本呢。来杀下来，杀来係連續2禮拜裡面嘅陳燕梅帶來落山歌。唐關啦。翻山过梁。山歌唱出心欢喜呐，同发流。哇，难怪伊面炸真的冲到很好，吃到佢哋起的舞台動嘅感覺冇強樣，當然新鮮哈，係啊係啊，你唱歌有啲像歌戲嘅嗰種感覺，更強調，係啊，係啊，好看歌戲啊，係，好看歌戲。哦，真的啊，你也是歌仔戲迷啊？對啊。哎呦，客家戲曲我係咪當好？客家戲曲，高中欣賞嘅啊，用音劇團嘅，劇團也有去看咧。你們請中意吼，哎呦，粉絲來着，難怪哦，唱歌有從細啊，都彈喺哪裡哦，去做細個頭頭人帶領去彈。啊，就全部彈乜嘅音樂？彈嘅採茶做戲曲啊，有內容啊，有故事啊。哦，真的啊，真的哦。所以特別細細做在你彈安尼傳統嘅戲劇嘅東西啊，難怪佢唱歌唱到有味道。真的吼，因為佢從細都接觸啊。有喜歡。愛知特曲做到陪藝來。阿姊哦。阿姊好，阿姊好。二姐。愛知唱，要當好佢唱下吼，要煮。買東西買來煮，本來就姊妹，就姐妹的感情很好。因為煮本來就識。佢要不聯繫人姊妹，特別要講下。愛屋及烏呢，親好。佢帶苗栗說帶嘅台北，所以我特別來吼。為前一年我都來去家福卡帶啦。就也去帶台北。過年頭吼。
老天爷开一个玩笑啦，那机场厚厚哦，这心肌梗塞就走掉。哦，对，我是希望姐姐能够快快的走出那个伤痛啊。哦，姐姐加油哦，娘老妹同加油，哦，打气。这个要加油加油。亲人离开这个真要时间呐，很有时间。当啥唔得啦，你当好的机场。对呀。给我几行年的时间，咱做有办法照顾也上通，多多的虎熊批判啦。对啦，按做大平牙子啊。系啊，我就提早就来。啊，脾气哈。佢偏爱脾气啊。正经了做姊妹的。感情对啊。啊，从头来谈欣赏来公平。唱起过欣赏。好，叶明志带来婁山歌。人家婁山歌当有磁性啊哈，谢谢。刚才就平时都商量搞本做婁神。哦，对哈，有嗰種感覺哈。對，佢有嗰種磁性，因為佢，我記得我1年前就識嘅啦哈。嗰樣時唱，我感覺佢相當特殊，嗱，因為邱玉春先生親唱嘅聲，尤其佢強音嘅就一做嚟一做嚟講當好，尤其喺佢哋婁山歌，係終於一幫到親族，但是就唯一咧。都未行就就有哎拉上嘞，可能就較失氣啊啲之類啦。冇發現佢美國做嚟講歸屬就唱嚟當順，不過咬事一方面啦，行強作員一啲方面就還做得到好，當好，但是就可惜一些咧，都結蜜月嘅時間就變拉上咁樣，可能也係簽時嘅啦。關於喺講嘅生意較好落去，應該就唔會啦嚇。佢俾宣傳嚟簽好嚇，繼續加油嚇。謝謝，謝謝。冇碟詞喎，冇碟詞啊，碟譜。嘅點按 Q。當然講哦，我自家唱嘅歌，我都唔記得歌詞。有上是會敷衍言放空嘅哦，係。用咗唱《歸蘭姐》。哎呦，鐵敗來豬啊！自來都唔睇到。突然啲咪面在度向下嚟變嗬，向下嚟困分數咧嗬。好，歌管咧做錯上意，冇歌管咧錯轉意。好，向下嚟看陳燕梅嘅分數。有着你迄一年是上好的一年。今天难得遇到本人呢，以前他在那魔王大道的时候，我是他粉絲。哦，真的啊。真的，尤其是模仿那個小哥。哎呦来了，马上来了！哎呦，我没有叫你模仿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是，因为大字报有喜。向下來看陳燕梅嘅分數。哎呦，昨天啊！昨天嘞！啊！歸蘭姐，哇！哎呦！NT 敗來做團員搶走對面在報名啊！唔怕啦，至少有留下來，還有機會啊！好邊，係冇？係啊，基本嘢上映下冇按，總控冇按好，係冇嗬。至少留下來，你真係有機會。朱砂，哎呦，朱砂，哎呦，會好好保養。對對，好，生意。他多謝承讓，多謝承讓啊！是啊，沒關係，你有再接再厲。係啊，那就要恭喜你了哈！恭喜歸蘭姐，等上你嘅 V 面炸嘅報 V。好嘞，第二禮拜。老年音樂會，哇！今日你節目當中啊，有搶到亞威啊，做嚟宣講係位歌唱藝術家。藝術家嗬，從細看到大呢，從細看到大啊！即係佢對佢嚟講非常嘅熟悉啊！嗬，哎呀，當後生也出到一時間也非常嘅久嘅時間啦！嗬，啊，今日難得都係有搶到佢嚟節目當中。冇錯，講到從細看到大，因為佢係五等獎。佢1位嘅得主哦，5關獎5萬誒，你為個金曲獎金鐘獎，金鐘獎誒，哎呦，哦，佢冇嚟分享佢嘅專輯。係啊係啊，我先嚟聽佢唱歌嘅啦，嗬，等下好好訪問佢啊。好，來，哎呀，向下來歡迎林遵依。
青春的代志，也予时间点点美伫无声的虚伪，飞出香味，有时也会搁想起，咱当时浅浅的甜蜜，记得无远。藏伫一张旧相片，彼时同齐看过花蕊，看看暗暗水，轻花一年，咱的缘分像目一年，斗阵的伴，最后不是你。有着你。一年是上好的一年，春夏秋冬顺风顺水，欢欢喜喜。离开你这多年，风雨过目出欠，接线来的人，红棍无你的香味，红色的月光。寂静照眠床，我怀念咱彼时阵。一张旧相片，彼时同齐看过花蕊，看看暗暗水，轻花一年，咱的缘分像目一年，斗阵的伴，最后不是你。有着你。一年是上好的一年，春夏秋冬顺风顺水，欢欢喜喜。离开你这多年，风雨过目出欠，接线来的人，红棍无你的香味，红色的月光。情照眠床，我怀念咱彼时阵，想阮的人也要困。请让我深深一鞠躬。真的，什么一鞠躬？再鞠躬。好了，3鞠躬。是看什么啊？真的要拜一下，哇，这个好舒服哦，这首歌。哎，还不是高音，这个中低音这么稳。我们要唱到那么低，高音的部分，它的高音听起来就是好柔软，好舒服。对，那还要搞球啊？呢，根本就是行动 CD 嘛，你真的好厉害。没有，这样好细致的口气。哦，你在排谁？你客家人啊？我唔係客家人，我客家係學嘅。學嘅？你之前有 TV 學過嗎？冇，我係看電視學嘅。真的假？真的假的？真嘅。哇塞，你是吃哆啦 A 夢的記憶吐司。是啊。看電視就學起來，表示他對聲音有天分。哦，你看，哎，這個電影英文片我也看了，從小看到大，我也英文不會講。你的那個單字可能太少了，日文會不會比較好？這個客家電視台才成立20年，你這樣按你看都會講啊，你很厲害，很厲害。哇，呀，觀眾朋友真係，很有時咩啊呢？哦，一邊啊呢藝術家，歌唱藝術家。
真的不得了。你都上节目啊用，特别可能你还甲电视台节目哦，好羡慕你啊，我是下打发。而家种嘅講法哦，應該從前期就開始硬看，硬學到呀。真的，我覺得你有客家腔呢。你剛剛講客語還蠻標準的。謝謝。可是客家話對我來說有點比較難的地方，是因為有很多不一樣的腔。然後我身邊的朋友都來自有講四縣的，有海陸的，然後所以我的客家話有的時候那個音都會就歪歪的，歪歪的。四海腔，四海腔，我們叫簡稱叫四海腔。對，我們四海之內皆兄弟，皆客人。客家人就比較圓潤一點。對啊。哎，今天對啊。哎，出新專輯耶！先恭喜！我們剛剛偷偷翻了一下，創作專輯耶！哇，我又要鞠躬了。現在真的流行創作歌手，真的像我們這種就等着人家寫歌。我也是創作歌手，是你這種。對啊，就是預算豐厚的。真的呀，羅哥預算豐厚，你才能收歌啊！我們沒有預算，只能自己寫。像我們這種就沒什麼的，對不對？哪像你們那麼厲害，還是自己會創作。我是為了省錢啦，但他本身是才華洋溢，真的。好厲害啊！對，那這張專輯離上一張呢，其實是已經隔了9年了。哎呦，那麼久，這麼久了，對，9年啊，9年的時間呢。對，然後9年當中，哎，你還是有很多這個表演的機會，或是代表作，好像有看舞台劇、音樂劇之類的。對啊，甚至有主持有台的一些節目啊。對，但是因為這個專輯就是一直沒有着落，9年的時間，然後一開始會很慌啊，就是哎呀下一張在哪裡？然後從本來上一張發完之後，覺得那應該要做下一張了吧？然後從一開始然後很期待，然後到下一張呢，然後有一點失望，然後到後來。別人問說啊，你下一張在哪裡？然後你就開始慌。對，然後就是1年、2年、3年過去，你就覺得可能沒有機會再發片了。對，時隔9年，這9年中間有想要放棄唱歌這一塊嗎？會有沒有？那個心情很複雜，因為我還是中間都會有演出。對，然後這不止台灣本地本土，國外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美國也是。對，但是你就會覺得說，那你唱來唱去，可是沒有自己的作品，會覺得有一點就很慌張啦。然後後來會有點失望、失落，對，會有點失落。有一個代表作這樣子。對，這跟我一樣。羅哥，你代表作很多啊。我是本就我一直有出唱片，然後就到現在，然後中間當然也有一陣子在2000幾年的時候，那時候有大概隔了3年沒出片，就也是開始會緊張，會恐慌。會恐慌哎，真的哦。我們又不是創作歌手，自己可以信手拈來就馬上寫了就可以做，對。然後還是要等着人家寫。對，然後那個心情，所以牛哥你也知道，那個心情會。我那時候心情還好，就是說還有其他的工作，我就可以慢慢的去平衡。對，這個心態。但我最近這幾年，我真的有點想放棄。為什麼？因為你走上另一條路啦。對啊，我後期出的那些國語歌都沒人聽，點閱都好差。不會啦，不會啦，有你的市場。因為你沒有找我幫你寫。哎呦對啊，那我唱出來會不會像小哥一樣？不會，他風格很多真的，自己還擔任製作人。是啊，這一張專輯好像這張專輯就是因為9年之後，我這9年其實中間一直都有在寫歌，然後我就乾脆自己做統籌。然後統籌很累，其實不要做自己唱片的統籌。為什麼？因為所有的事情都要問你。編曲要找誰？前期後期什麼的都要問。然後這首歌第1首、第2首、第3首，每一首歌風格是什麼？然後什麼時候拍照？造型要找誰？攝影師要找誰？就是你校長兼撞鐘這樣。對，所有的事情都要經過統籌。可是當我進去錄音室的時候，就是全世界所有事情都問不到。因為所有事情都綁在我身上，我必須要對，所以真的不要做自己唱片的統籌，那很可怕。然後可是，一過了就是這個整個製作期之後，我覺得就一首一首歌擺出來，因為我們自己做自己的唱片，一定怎麼看都是缺點，你要先看到缺點嘛，然後你才能說啊，那下一首歌要做什麼。然後可是這張專輯也是江蕙的鼓勵二姐的鼓勵，因為她覺得我的母語是台語。所以我要用台語
我的母语来创作，写一张创作。对，你看，他今天看到你多激动啊！对啊，那个汗流到汗了。怎么会呢？冷气可以开一下吗？不要这么深。你是怎么了？其实我本来是想哭啦，那我不知道怎么。结果你的泪腺长在头顶上。对，整个从别的地方冒出来。因为我自己也是，就是说自己校长兼撞钟，我们自己担任自己专辑的制作，懂得那个辛苦。可是制作是在统筹底下。没有，我们就全部自己来啊。对啊，就是统筹要告诉制作人方向，制作人再去跟写歌的人。然后那时候做唱片真的，因为你还有请制作人，像他们是没有请制作人，我们就自己制作了。对，没有那个，我每天很像神经病就是说我现在要写这个歌，那统筹要跟制作人讲，制作人就跟写歌的人说，写一个这个歌，然后我就想，好，我写一个这个歌，但我问一下歌手可不可以唱，那你可以唱吗？我觉得好像你人格分裂，就每天都在家很像神经病。可是做出来很有成就感。对啊，这一张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一张是很不台语歌的台语专辑。有，我们刚刚有讨论。刚刚他一听到你有一首歌，然后你在彩排的时候就觉得这好有那个日本流行歌的，对，好有那个日本动漫的感觉，对，很正向阳光的那种动漫的感觉。尤其刚刚那一首台语歌曲，那听起来也是非常美的一首歌，树也是条歌的，那条歌就上好的一年，上好的一年，安尼我讲今年开始，就是变，当年拢是上好的一年，你嘛是上好的一年，哈，系啊，好，当年拢是啦。对，罗哥你也蛮热的嘛。你们两位为什么今天是没有？你们两位是因为你的热情，你的磁场。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的沙漠。好了，不要再放舞曲了，让我们冷静一下吧。他这个也是老灵魂，对啊，从以前五灯奖开始都魔王大赛还第1名嘞。对啊，所以我今天观众朋友看到他一定会觉得，哎呦，好亲切，林建一那的上岸的节目暗好啊，从罗客家歌，沙罗带来客家歌嘛，真的是客家歌。这个是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罗文玉写的歌，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，但是因为这首歌他好像自己不太能够现场演唱，因为他好像是为哥哥写的，对，他每一次唱这首歌就触景生情。对，然后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他的面前唱。哦，真的？对，你是故意要气他的？不是，因为我们你就让他以后不唱这首歌，变你的歌。我们一起出席一个活动，然后我们在彩排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唱完还问他说：“我这样唱还可以吗？”他就一直点头不讲话。他要唱得比我还好，也不是忍住他的情绪啊。这首歌对他来讲也是，他那时候那张专辑的时候有拍一个纪录片嘛，里面其实就有详实的记录这首歌的来由。对呀，就是怀念他哥哥的一首歌，很感动的一首歌。对，好，那。今天就带来这首歌呀，阿哥萨留下来的吉他，哎呦，这很标准的，厉害呢！来，林志颖来唱一条歌来。阿哥萨。留下来的吉他，你最爱的迄首歌，爱轻轻来弹。阿哥萨，留下来的吉他，不管你迄倒一只，我卡不是挂念。一首歌，一比只为声音过一样。人生1000风，1010万，不是假。你讲风雨总会天晴，用一笔，用一画来写出勇敢。
意思讲，爱紧紧来谈。阿哥啥留下来的吉他，不管你多一样，我卡不是关呀。 只为声音过一夜，人生1000风1020梦不是假。你讲风雨总会天降，用一笔用一法来写出勇敢。 只为声音过一夜，人生1000风1020梦不是假。你讲风雨总会天降，用一笔用一法来写出勇敢。 啥留下来的吉他，爱的梦中有你的呀。这真的比原唱好听。真的，是不是？我帮你得罪罗文玉。很多点冇咁樣咪拖啦，錯厲害，啲觀眾朋友一定講到啊，哦，有冇眼會唱，很耶穌很厲害，有冇眼會唱？根本就客家人啊，根本就客家人嘛。不是，他就是他在語言天分啊，在口氣上，他可能對這方面就特別有研究。我是學外文的。 所以學客家話，我就是當外文來學。哦，是哦。對。但客家話其實跟韓語還有那個什麼法語有點類似。哦，真的嗎？真的嗎？哪方面類似？哪方面？我很想知道牛哥的見解。我好好奇哦。可能你有了解，我沒有了解過的。哪方面啊？哪方面？就聽起來很像，都聽不太懂，聽不懂的對大家來講，聽起來都很像這樣。是啊，怎麼這麼厲害啊？連那個學語言有天分的。對啊，從來你們老都跟那幾位客家人。對啊，我都以為你的歌了。不敢。不過也是好享受的。今天難得遇到本人呢，以前他在那魔王大道的時候，我是他粉絲哎。哦，真的啊。真的，尤其是模仿那個小哥啊。你也是固定觀眾。現在又看不到哦，不是。小哥封麥，對啊！哎呦來了，馬上來了！哎呦哎，我沒有叫你模仿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是，因為大字報有寫。是啊，今天啊，既然這個很久啊沒有站在電視機前面跟這個所有的觀眾朋友見面啊，小弟今天來帶來一小段啊，一首相當受到大家歡迎的歌曲。好像。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，你無聲黑白，沉默年代或許不該太遙遠的相愛。我送你離開天涯之外，你是否還在？情深何來，生死難猜。用一生去等待。好屌哦，真的好，哎，真的。哎，我们要讓
出好大的空间给小哥。我跟小哥一起主持过节目，真的。对，我也以前常常跟他相处在一起。你唱歌的这个功力真的不输他，真的不输，真的好屌。这也很真的。哎呦！所以现在他完全是小哥的那个身份，就对。我跟你讲，很久没看到大牛哥。你有怀念吗？怀念，真的。怀念了。金沙湾，怀念。不是，但既然这样，对啊，小哥，你最近你封麦以后，你都躲到哪里去？我也好久没看到了。哎，是啊，都一般都是躲在家里。躲在家里啊？是。做什么去呢？在家里那我很无聊啊。看电视。在家里看看电视啊，看看这些老朋友们啊，在这个演艺圈、歌坛各方面的发展如何，都还是有关心的。还是有关系的啊。那小哥，你最近还有一些去研究一些比较好笑的一些故事吗？最近有什么新的梗？对，最近这个部分啊，我就都交给你了。就交给我了。所以小哥跟罗哥今天是可以合作是吗？不是你记不记得有这个荣幸吗？以前做节目的时候，在有一个爱说笑的那个单元，是不是啊？小哥爱说笑，对，是，我们都会合唱一首歌我们老师来，我们直接就来了。好的。3月里桃花儿红，杏花春，水仙花儿开。好好听啊！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全已开，芳一儿哟嘿。你要吃，我要吃，好酒就到杏花多久没有唱这首歌？太久了，最近我感觉罗哥是真的很久没有唱了，我都已经忘了。但感觉小哥可能有在家里常常练习，然后现在都上一些 YouTube， 来就来，对，我们以前的这个都可以看得到真的啊，那回味一下。对，那小哥可以看一下您模仿那个陈小云的部分吗？之前那很厉害，你今天这个 pose 已经从头到尾 ending pose 已经摆好了这既然可以来一下吗？老师，一麦，谢谢。好的，哎呦，爱情的恰恰。繁华的夜都市，灯光闪闪时，迷人的音乐又响起，因阮想着你。爱情的恰恰袂当放袂记，心爱的伫倒位？想要甲你来跳恰恰恰，不知你是走对倒位哩？饮落去，唔通流开，跳落去，大家欢喜。手捧一杯爱情的酒，要来祝福你。爱情的恰恰不甘你甜，可惜身边的人，不是你。亲眼所见还是不一样呢。太经典了。对啊，你回魂了吗？你去上身。上身。配卡。哎呀今天我想说，因为难得来上客家电视台的节目，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嘛。说真的，其实歌手他今天出唱片，他应该就要好好的表现他的新专辑的部分。没错。这个模仿对他来讲，这个会有点。不会啦，还是很开心。不会啊，还是很好玩啊。是啊，因为现在只有我能做这件事。对。
如果想要找费玉清先生做商演的各位朋友，直接联络林俊逸的经纪人，因为比小哥便宜，然后也唱歌现在也不输小哥了，对，而且也比小哥年轻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演艺圈就是这样，他会有一个替代方案，替代方案哦，就是比如说，小哥他现在封麦了，那观众就会再找一个这个位置的，想听小哥唱歌的时候怎么办？类似的或者什么，现在真的就是你的年代，就是你的时代，你可以用费玉清唱《雄厚的今年》。拄着你一年是雄厚的一年，这个很难，我觉得很棒啊，青山啊，对吗？哈，对，随 Q 都可以，是不是？陈小云唱《雄厚的今年》，拄着你一，是不是跟费玉清一样？哦，好厉害！全方位，真的是说唱艺术家。但是因为这张专辑，我觉得也是后面3年是遇到疫情，然后疫情因为大家都关在家里，然后很闷嘛，然后我就想要做一些，我就想写一个歌，关于大家关在家里，然后好不容易现在解封了。其实疫情这3年很多。各行各业都有，比方面临工作上面啊，然后收入上面的问题。所以我知道就有很多那种小的企业主哦，他突然公司就收了，然后他就开始去开 Uber， 就是去转行，因为总是要生存嘛。对。那我就觉得大家都很闷，我就把很闷的心情写成一首歌。那可是不管这样，大家听起来会不会更闷？不会，就是比较正向阳光的歌，就打开通。就是大家都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世界上怎么这样？可是不要忘记，脚长在你的身上，未来的路怎么样，都是自己决定。前途还是要靠自己，前途要靠自己，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。是，不能因为这个环境影响，是啊，然后就让自己就完全停顿。还是可以尝试别的，就写一个比较轻快的歌，就走路的时候会比较开心的歌。对，很正向的思考。我没有这样走，这样走也是可以，辨识度很高。对，真的太开心了，今天可以邀请到你来，再带来一首歌好不好？好，这首歌比较轻快的歌，都是家己在行。哦，那是专辑来的歌，专辑来的歌，哦，也是自己的创作，也是我的歌。大家好好听一下啊，要好好的支持一下林俊逸，真的太棒的一个歌手了啊！来，带来一条都是家己在行，来。世事压力不大，了然真正，你人想好，什么拢吞吞啦，风冲空你拢不知影，你讲人生可无欢有啥啥，戆人无人听。无绝人一路，若是亲像杀袂着，就爱对着脚步。山永远徛伫遐，甲人情无输无赢，心头抓好定，希望的花着袂花。人有梦就有梦，我做你的靠山，前方脚步免惊吓。我陪你到阵行，乌云总是会散，日头犹原赤影影，莫插别人安怎拄安怎，路是家己在行。讲人生本来就无啥啥，爱甘愿白行，来到北地狱，人有空无希望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若是春秋杀袂着，就爱对着脚步。山永远徛伫遐，甲人情无输无赢。心
枕头掠好定，希望的花着袂花。人有梦就有梦，我做你的靠山，清风脚步免惊吓，我陪你到顶行。雨粉总是会散，日头犹原赤夜夜，莫插别人安怎拄安怎。若是家己咧行，天也袂光，我头看着路路起落落，人生如花，有影无影，拢风飞，直路弯路会到，拢是好的路。头前有云，后壁有雨，夜头看着月光连星，有时跋倒风景偏倒，看得如何？有梦就有希望，我做你的靠山。天风免惊吓，我陪你到顶行。乌云总是会散，日头犹原赤夜夜，莫插别人安怎拄安怎。若是家己咧行，若是家己咧行。若是家己咧。